啊，你醒了？看什么看啊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弄痛你了？啊，放手！不放！放手！不放！走错房间了吧？小师妹，我要回太乙山了。啊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生是太乙山的人，死是太乙山的鬼，我不能待在这儿。你再说一遍，你是谁的人，谁的鬼？哎呀，反正我要回太乙山。不行，你要是回去，我就上太乙山把你给绑回来。我就是要回太乙山。我五哥的你病确定要回太乙山是吧？好了，可以啊，回应该头没有吧就把你绑回来。不过看姚斌要走啊，肯定强撑着的。一天也不行。啊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还有这样的一天呢？我怎么样了啊？我这人就这样。看好戏吧反正你不许回太乙山。那我去找我姐姐。更不行。你要是敢去，我现在就把你绑起来。不信你试试。你敢？要不要试试？懒得跟你废话。小师妹，我走了，你记得回太乙山看我。啊，五哥，你这样对我师姐，就等着她的大招吧。五哥，五哥，喂，哇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五哥，我苏简生平最崇拜的人就是我自己，我真没想到，杜瑶兵才是真英雄啊！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啊。娘娘腔，我调教我男人，你干嘛多管闲事啊？那你干嘛要把他绑起来啊？回太乙山啊！他既然不让我回，我就把他绑了，一并带回去。啊，不过你别告诉小师妹啊。你是说绑五哥的事情，还是回太乙山的事情啊？都是，毕竟我找到了我姐姐，我得回去跟我爹说一声。但是我不想让小师妹担心。好，这样，妹妹的事情呢，就交给我了。你们俩要走就快走吧。行啊，这次表现得不错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走了。慢用啊。表哥，我们沿着地图路线走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们好像离太乙山越来越近了。老五说，逝水红颜已经把传承渡到了妹妹身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我怕妹妹撑不住。我相信冉冉。
你对我真的不错，知所欲，知所欲，日训的心，日训的心，自然也只属自然。没有人会爱你。如果没有他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你妹妹不爱你，我什么都说不说。日轩也不爱你，没有意义。哥哥们，你都忘了吗？日轩爱你，我不会去吸，我不会去吸。你呀，亲妹妹也爱，更都得不到你的爱。我恨你，毒中啊！苏冉冉。怎么回事？我突然起来干嘛？好热，好热！哥，你想干嘛？冉冉，冉冉，你怎么样？冉冉，起来。怎么了？娄少主，他快撑不住了。我知道。真的无解吗？如果他真的忍不住成魔，你该如何？他若成魔，我便陪他一起。或许只有他才能陪你走到最后吧。日轩，我是不是没救了？不会的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最清楚。我继承了逝水红颜的一切，我现在感觉自己好渴好渴，就算喝了一整壶的水，都解不了我的渴。我该怎么办啊？那我就带你离开。我们可以去逸仙谷，去西域，去边疆，去哪里都好，找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。可是素女师父已经死了。二师兄和净慈师太说，如果我真的成了逝水红颜，他们一定会杀了我的。我想了很久，与其到时候让他们亲手杀了我，让他们难过，还不如我自己找一个地方自我了断，这样谁都不会受伤害。那我呢？我该怎么办？何去何从？日轩，要不你带我回逸仙谷吧？好。我好怀念那个时候的日子啊。好。
日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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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阳，日轩，我感觉我快要死了。没事，你只是病了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七哥，冉冉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？什么事情？你说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的状况告诉爹爹、娘亲，还有其他哥哥们？我怕他们担心。可是，好了好了，哥哥答应你就是了，啊。七哥，你放心，过不久我就和日轩去一仙谷了，在那里一定会有苏女师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，一定会找到解救我的法子的。妹妹，你一定会获救的。对了，我哥的病也好了，你们就回京吧。我不想跟五哥和师姐他们告别，我怕他们难过。你就不怕哥哥我难过吗？七哥，好，哥哥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，请你照顾好冉冉。我会的。冉冉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你也是。告辞。告辞。撤！撤！撤！大哥，逝水红颜再也不会祸害无辜的百姓们了，你安息吧。父亲，你回来就好。等小冉冉也回来后，我带着你去苏府赔礼道歉。是。苏大人和公主非常生气。你想想，你逃婚，他们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于情于理，你都应该去赔礼道歉。你离开这么久，圣上非常生气。看在你爹我的份上，才饶了你这条小命。等你一切都安定以后，再去复职。是，爹。苏女师傅，苏女师傅，岳阳，岳阳，岳阳，苏女和镜子都死了，还有谁能救月影？我该怎么办？把它喝了。这是什么？鸡血。
怎么了，月影？为什么一直捂着脸啊？日轩，日轩，如果我一直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，你还会爱我吗？我们会一生一世在一起，即便有一天你变成了老太太，我也会一样爱你。日轩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杀了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杀了我！月影，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还是你，你就是你啊！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。够了，我不想听。月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素女姑姑。冉冉呢？哦，冉冉一个人先回京了。我来找素女叙旧，没想到她已经死了。你走吧，别再来了。走吧。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逝水红颜。为什么？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他想杀死姑姑。如今姑姑死了，小师妹的仇很难再结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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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冉冉，妹妹，妹妹，月影，小师妹，妹妹，我的乖乖，冉冉，妹妹，冉冉，妹妹，苏冉冉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坚持，你可以的，还有人在等你，他们都在等你回去。包子，哎，客官来点包
包子。我跟你们说呀，老惨了，你们几个是没看着啊？那薛员外家就住在我家隔壁，官府没来之前，我去看了一眼，那场面惨不忍睹啊！那姑娘的血都被吸干了啊，那脸都没血色了。是啊，我听说那脖子上都是牙印，就是吸血的时候弄的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残忍，居然以喝人血为乐趣。哎，我想，肯定要么是人，要么是鬼了。哎，可别乱说。对，你们刚才说的可是真实的？那是当然，我们几个说的可都是实话。我媳妇儿当时就在赵员外家干活，吓得都回家了，再也不敢回去了。你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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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！你快走！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让你受苦了。不是，你别看我！你别看我！月影，我答应过你，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我现在就带你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最近的女子被吸血事件已经引起了圣上的注意，你要抓紧时间抓到凶手。站起来啊！包子，热乎的包子，卖包子啦！包子，鱼，公子要包子吗？请问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外地来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啊，路过此地。啊，那就对了。最近啊，镇上死了好多女孩，身上的血呀都被吸干了，死状十分惨烈。这不，凶手还没有抓到。你看，他们呀都加强了戒备，也挨家挨户的通知了，晚上千万不要出门。前面的告示都出了，还有凶手画像呢。谢谢你啊，没事。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据说这些可都是吸血魔头啊，专门吸人血呀！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这是吸我！你说晚上打死都不出门啊！吓人了呀！而且这姑娘怎么被他抓住吸干了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男人的血也吸啊！太可怕了！长得这么漂亮，不像啊！别出门了，真的，要不然小命都活不了了。小师妹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晚上还是别出门了，这是太危险了，多危险！常老师在家待着得了。对。我现在出门找点吃的，你自己待会儿。京城附近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哪里都不安全。而且之前，我遇见了萧慕尘，他一直苦练气诀，就是为了能斩断逝水红颜，完成无赦的遗愿。我看，明天一早，咱们先回太乙山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好浓的血腥味儿。血在哪儿？就是这儿。
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儿。小师妹，二师兄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我们去报官。走，快！不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他。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小师妹要以吸血为生，我会杀了她。可他并没有。可是她现在已经成为了逝水红颜，一个为了吸血不断杀人的恶魔。萧沐尘，我再说一次，人不是他杀的。事实摆在面前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二师兄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如果他杀人吸血的话，他还会是现在这个模样吗？我之前看过逝水红颜杀人吸血，样子会变得很年轻，而且皮囊很新。萧沐尘，你仔细想一想。好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你们走吧。怎么了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杀人。我知道。可是二师兄根本就不相信我。傻瓜，如果他不相信你的话，就不会放我们走了。我总感觉二师兄会回来杀我的。你还有我呢。日轩，我好想我爹、我娘，还有我的哥哥们。你带我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想不到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而现在，我竟然是以这种模样回来的。现在京城危机四伏，我让娄家堡的人一直暗中关注形势。今天，他们来通报我，说已经证实了是叶青天杀人吸血，然后又嫁祸于你，所以京城才会出现这么多通缉你的告示。一会儿，如果有人发现你的话，你先走，我来断后。日轩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傻瓜！站住！走走走，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走走，你们两个进城干什么？大老爷，我们是从乡下过来省亲的，通融通融。过来。哎，这行了，走吧。哎，谢谢官爷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走吧。站住！你们什么情况啊？你把面纱摘下来。这位大人，我的妻子染上了恶疾，半张脸呢，已经全部溃烂，见不得人啊。这次我们特地来京城，就是为了找名医苏绰来为她医治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
我们正在捉拿杀人凶手，任何有嫌疑的人，我们都不能放过。你说你的妻子见不得人，那得我们看了才行。万一他真是凶手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京城的百姓啊？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多谢。